300块钱过的，以前就没啥子演出的，就纯纯爱好，就是为了大家一起耍。而且排的时候我租在啥子？租在很偏僻的地方，拿不到人，而且又面临得很远，大家又没交通工具的。即排练要走过多2个小时，排练完了之后要走过多2个小时走回家，就是这样子。当时我在职工的一个娱乐场所夜场里面演出，那儿在那里弹琴，然后他呀是跟他一个朋友一起过来出儿，我就一眼把他看中了，然后我就端着一瓶啤酒在那站了很久，我准备想去找他喝酒，那儿心头又虚，晓得嘛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害怕到拒绝噻。然后后头我就站了很久，后头他看到我实在看不过去了，他说：“你是不是找我喝酒嘛？”我说：“谁。”然后就这么开始的。不要害怕，只有你和我在一起的日子。